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疫情未解封，也毋过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慎重起见，也是无要开放房入去庙内底，是维持伫个庙外来参拜。附近的店家讲，虽然安尼做会影响到趁钱做生意，但是防疫优先，赞成朝天宫的做法，等到疫情稳定再来解除，嘛较妥当。 疫情相对有较稳定，7月13依照指挥中心的指示，开始有限度开放疫情的境界。不过为了民众的安全，北港朝天宫依然无开放民众入庙参拜。那基本上信徒我们就是只能在这个围墙外面。那我们将妈祖请到我们的山川殿来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得到妈祖，也可以在外面参拜。针对庙方决定，这生意人嘛真支持。安尼较安全啊，无外地来我买烦恼啊，对啊。 为着大家安全，无嘛无要紧啊。朝天宫未解封还没解封的部分啊，我们个人店家认为，虽然生意有影响，但是现在的消费族群都是依赖网络宅配的配送模式，所以即使朝天宫延后解封的话，对我们店家的话多少是有影响，但是反而网络业绩是有成长的。 在这个疫情无开放民众入庙期间，朝天宫嘛进行内部的整修，像新队雕刻的修理等等，好在古物会使好好保存落去。若什么时阵会开放民众入庙，庙方讲会遵守指挥中心的指示。